转来继续关心风台控制的消息。风台控制是已经对台东成功登陆，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风雨的哪来哪强，上好迈出门。咱来看变下落大雨，在淹水宜兰燕山溪洲大排，即阵是已经满水位啊，附近暂时封路。当场是有8只抽水机伫遐待命。也若是宜兰山区南澳北溪这溪水涨起来，已经撤离442个人。也若是交通的方面，国道客运甲市区公车对早起9点开始全部停驶。宜兰台七边线边的山坡正在土石崩落，路挡掉的未通，怪手伫咧现场抢修，有民众要登去伫咧现场等。风台边咧，感觉都危险的无？没啦，我点行啦。啊，你要等吗？要等吗？是安怎？感觉的。北溪的水涨起来了。南无北溪因为山区落大雨，将被土水滴着溪流下来。看来风台和宜兰山区落大雨，所有南无甲大同乡总共442个人撤离，其中29个人受伤，整个民众拢去挖苦清救。宜山溪洲大排伫即卖已经满水位。正每边若落大雨就一定淹水，附近的路也已经封起来，现场有8台抽水机待命，以避免骑机受影响。不过这边风台雨正大，附近的骑机担心会搁淹水。水位持续上涨啊，内底道路高温淹水，对，只要好大雨就会淹的。看来风台来交通也受影响，宜兰地区的国道甲市区的客运，早起9点开始全部拢停驶。苏花路龙31继续实施有警性道路封闭，只个那苏花界苏澳到东湖段8点半开放车慢速通过。台七线80到五斗桥，那个北投桥甲武陵段也继续有警性封闭。公路局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